讲到 LINE 这个通讯软体，真侪人伫咧使用。若准你装到假 LINE 呢，就有可能你口罩甲密码拢会泄露出去哦。这警方也建议讲，会当注意因写的用法，敢是台湾华语的使用方式。官方也建议讲呢，会当对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装这软体降低风险。警方一直解说，到今眼前这个阿伯爱甲唔听可肯都汇50万，互伊思念的网友蒲用。是这个芙蓉叫你来汇的呀？大哥，我跟你说，我光看照片就知道他是诈骗了。对方伫LINE电源讲甲烫甲密电，拢伫演戏。不过LINE的功能真侪，会当开讲，会当买物件，会当加社群抢俗啊，即嘛阁互不法集团伫利用。官方大文出现盗版LINE的网页做甲真成，万一用户呢下载，安装应用程式，LINE的账号无保以外，电脑甲手机的重要资料也面临去拔去，还是偷摕去的风险。借由LINE去骗到其他人，就是像你的亲朋好友。或者是你的同事，影响到更多的受害者。假的LINE网站也是看得出来，警方分享自保技巧，就是为网址看真假。正版的结尾是 line.me， 盗版的是 line.com。注意是不是有简写的中文，还是非台湾用语。官方嘛建议尽量经 Google Play 还是 App Store 内底的应用程式商店安装。手机的恶意程式来讲，它相对来说能够做的事情，比电脑能够做的事情是有限的。用电脑版的社群软体的时候，那其实一定是要更加的这个小心。你在使用上面可能看起来是正常，但你所有的一举一动可能会被这个监控，这是第一个部分。第二个部分，现在的这个病毒越来越厉害，它透过包装可能会去规避掉这个防毒软体的侦查。伫网页下载 LINE 一定都爱加检查，因为安装盗版的为家己个人的资料，也是重要的档案，伫无注意的时阵，就会互不法人士偷摕去。专家嘛分析，病毒经过包装，就连防毒软体都无一定会当即时侦查防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